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3月31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87个本土病例，是9个月来的新高。家人要发快台试剂，互民众家己伫厝做体检。担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的韦建德，加副院长何定义，将宣布辞掉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职位。台湾团队摕到法国举办的世界杯做棒比赛团体赛的世界冠军，透早回国，验过教练验到阳性确诊。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新增加87个本土病例，有152个境外病例，这两个数字拢是最近9个月来的新高。其中家人均治案是增加22例上济，加强已经有91例。台中结婚办桌的团补人今仔佮增加9例，加强嘛已经有12例。另外，台东家庭捐助的基因定数，甲新北市中和社区是共款哦。详细的疫情来听指挥中心的部上届新的说明。本土有87例，那境外移入的有152例。那个电厂里面，今天里面有增加了增加了10例增加了10例。那这个的定序也出来是 BA.2.3外包商。那总共增加了9名。那在树林这个科技厂里面增加了13位。台东的个案只有23264。它里面的同住的家人有4个都确诊，那这跟新北的那个社区的群聚他们这2条线是同一个基因定序。总共这个台中婚宴总共有9例新的个案。新北的这个社区里面今天也增加了7位。今天在基隆这边总共增加了22例，只是累积了91例。昨天有19条嘛有3条是把它归并，今天16条，那今天又新增了3条，那其他还有8例，还有一些疫调的资料还没有很完全。家人的疫情佮继续探烧，指挥官陈时中昨时宣布讲，要针对家人36万人，要做类似的普遍体检来控制疫情。卫生福利部医学会执行长王必胜今仔嘛去家人，伊是强调讲会发予民众快筛试剂，予民众家己体检1届到3届哦，若属实阳性，才去做 PCR。医护人员真惜手，甲来做体检的民众做采检，因为家人的疫情当咧滚价，就算落雨，袂少民众要是透早就来体检站做采检，保护自己，保护大家。毕竟疫情现在可能也基隆比较多例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守护。看你怎么晒，像我们这比他们比较厉害啊。因为我们家有小朋友。针对指挥中心宣布家人要做类普筛，民众其实无啥了解。王必胜31国去家人市府参与防疫会议的时阵表示，都是以家人36万人为主，发予民众快筛试剂，予民众自我体检1届至3届，若是阳性，再搁做 PCR 的采检来确认敢有确诊，也若安怎发甲回收等等的细节，当伫甲市府讨论当中。我们的所有的基隆市市民为母体来看。那我们看能够发多少，那大家领回去多少，实际上做多少，那所以没有说这个强制一定要做，但是希望大家都尽量去配合。本日1名因自行快筛呈阳性反应，目前依规定通报并 PCR 采检。待检验结果出炉再说明。另外，有监委认为讲，基隆市警察局无落实勤务管理甲防疫措施，警察违反警纪，食酒扣防未着，正做防疫空棚，已经申请自动调查专案。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本岛的疫情一直爆出来，2档月来无本土病例的金门哦，有一个26岁查甫人确诊，伊伫这个月2日有去台中食喜酒，这嘛代表台中的结婚办的团补人佮继续的扩大。透早菜市啊，甲以前同款闹热，啊，毋过当地居民听到金门出现2年外来第1件的本土确诊个案，心内也是烦恼。我惊死恐怖，我唔能够问我。大家较注意就好啊。金门县政府37条中法官卫生局通知，一名16岁查甫人是台中喜酒群主。23277的接触者经过 PCR 采检了后确诊，追踪伊的行踪，3月至4到台湾本岛，一路参加台中的喜酒，29日入营班机为台北倒来金门。
关府紧急扣留24名接触者，除了1名已经返台湾以外，另外23名接触者已经带入去防疫旅馆隔离。总共框列的居家隔离24人，包含接机者以及飞机上前后2排的乘客，除1人返台之外，其他的23位全部都已经接受 PCR 的采检，入住防疫旅馆来做隔离。23个接触者初步采检拢是阴性，这确诊个案目前已经受伫金门病院负压隔离病房观察。20人伊捌参加的台中国家歌剧院内底喜酒传播链，30新增加3名确诊。台中市政府针对包含饮酒店、烤肉店等行踪点全面清消，各扣列198人采检。我们各医院会轮流去开设这个社区筛检站。那民众接收到简讯，他可能有足迹重叠或是有接触，那就到指定的医院去做这个筛检的动作。那如果说自己有症状，就到附近的医院去做筛检。社区体检站透早就未少人来排列体检。台中卫生局今日第3间病院开社区快筛站，呼吁民众若是有行踪侦查或者是身体无爽快，赶紧去快筛，搁监测自我的健康状况。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高雄新增加4例病例，一个是家人客停车司机的接触者，另外3例是共一家伙仔。30多岁爸爸2日有去台中食喜酒哦，伊家己自费采检确诊，嘛去喂护一对读国小的上生仔。今仔的补习班各学校拢总有150外个人拢有去采检，初步拢是阴性的。今仔学校嘛停课10天。每夜工作车驶入学校，另外一边有人手摕资料排队，还有医事人员摕假帮。学校嘛公布，爱师生避免无必要的跨班级活动。同学不离开教室为最高的教原则。我们是要外地，国中部一样会有营养午餐。公布爱师生莫伤过侪接触，大学部的餐厅嘛无开放用餐，请因家己订外送。会这么紧张，是因为高雄第31号新增4例新冠肺炎的本土病例，其中2例是读小学1年的双生学生，2个人共校共班。因为30几岁的爸爸26号参加过台中迄场爆发着昆曲感染的喜酒，基经自费采检发现确诊，嘛传予2个7岁的囡仔。囡仔的妈妈虽然防控烈，不过采检是阴性。在校同班同学，以及我们直接看到第2圈，还有同住家人，还有补习班的同班同学，以及这个同住家人，以及在校还有补习班的老师这个部分，2338。市府采检活动接触过的补习班校顶师生150几个人，初步结果拢是阴性。不过暂时还是到因2个读的校来扩大体检，嘛采取全校预防性停课10天。现在马上要春假。好，所以我们也采取预防性的这个停课，好，在这个国小的部分。市长陈其迈讲，2个确诊的学童 CT 值拢真悬，属于打发病就防发现，因判伫社区传染的风险无悬，毋过会持续扩大体检。台北市长柯文哲嘛防发现，12号到高雄参加着民众党活动的时阵，伫台场唱歌无挂喙暗，防指控是封牙破口。那我们就依程序来办理。我跟你讲，该罚就罚吧，我怎么办？过去伫高雄，柯文哲伫26号到台中参加活动的时阵，共款无挂喙暗。对着违规，伊坦然面对。高雄市表示会依法处理，互柯文哲会当家己讲意见。不过台中市府还未做出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罗东一间国中有2个来自外县市的舞蹈老师确诊，即马又搁有一间国小有一个外聘的体能老师嘛确诊哦。在学校500个老师和学生随着登去学校做体检，学校嘛先停课1天哦。搁有拄啊开幕的宜兰历史博览会，29嘛有确诊者捌去过，有上百个工作人员嘛做体检，园区大消毒。县政府嘛宣布讲，园区今仔先休困1日。医护人员赶紧进入园区，工作人员到布内区做接单体检，因为宜兰一间国小外聘体能老师确诊，第29捌去过历史博览会，县府站紧急宣布，立铺今仔日休困1天，差不多100名工作人员到园区内底体检，结束了后登去自主健康管理，园区也大清消。临时被通知，就是临时被通知，对，说有足迹这样子吗？我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只是现在是怕说，等大会宣布说能不能直接回去职场。
根据了解，这较近的国小体能老师甲罗东一间国中的舞蹈老师来自港捷舞团，拢是桃园较近个案，日时捌去台北甲朋友食饭，而到带宜兰市一间国小学生到入铺，昨暗较近。甲罗东一间国中的老师之间的团伙联爱去调查，国小今仔日紧急调回500名师生等学校体检，前后停课一天，是不是昨天有风险停课？等体检结果出来才决定。在宜兰另外一个国小也有类似的足迹，那我们也因此呢对该国小呢做全面性的筛检，我们要确定不要让这个病毒有任何外溢的可能性。根据院方统计，宜兰县国中小艺才班老师有204人，外聘老师有154人，外聘老师比率超过74%。县府表示，未来要求艺才班外聘老师管理自我健康，搁确实注满3剂疫苗，避免确诊个案继续增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昨天增加2例，今仔又搁增加5例，其中有一例新增加的病例，嘛是捌去台中食喜酒，互苦工爱居家隔离的案例。伫4月2号，台东县要办电音派的音乐会，县政府是宣布讲会照常来举办，也毋过入场就爱有至少做过2档疫苗的证明。连续出现确诊个案的曹乐村，透早环保局就派人伫街路消毒。隔壁的鹿野乡永安村有确诊个案的行踪，永安村民义务开农用的喷雾车消毒。永安国小全校停课10天。100外师生除了确诊甲被隔离学生以外，31拢到鹿野乡公所设立快筛站来快筛。停课10天的部分呢，我们会请老师们做线上的教学。那这个我们在过去其实就已经有过演练了，好，那平板在昨天也都发给孩子了，所以这个部分也请家长们放心。延平乡桃园国小因为有职员甲确诊者接触，全校停课1天半消毒。全台东县初六家族感染链已经影响3乡，不过县府4月初2、初32天伫旧台东火车头办的电音趴音乐会，经过县府开会决议，有缘照常办，参加的人爱提出做过2剂疫苗证明才能入场。2剂的证明，第一个是小房卡，第二个是你的健保卡，因为现在健保卡都会注明有没有打过2剂或3剂。第3个就是一个健保的 APP。文化处讲沿翕小黄卡做证明，因为清明连续假期就要到位，县府呼吁民众啊，尤其参加各种活动，爱做好个人防护，特别是疫情热区的民众，上好是留伫厝内。记者综合报道。基隆的疫情的团指挥官陈时中是宣布讲，基隆要发快筛试剂，互民众鼓励大家家己伫厝做体检哦。外界是质疑讲，陈时中之前捌讲过，未要做全面的体检。今仔早起伫立法院，陈时中嘛回应表示讲，目前是选伫社区传播可能的所在来做试办哦。那所讲会当来控制疫情，未来其他所在嘛用同款的做法。基隆疫情持续在增加，小食店相关等确诊的个案已经增加到68例，而且也持续增加当中。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会伫基隆实施类普筛。不过外界就质疑讲，这个方式根本就是甲进前指挥官陈时中讲的普筛所出现的伪阳性、伪阴性的结果说明，是台湾真恶承受的讲法。其实大家要看，这每一个时候，如果说前年你要做，你就没有这些相关的东西。你去年要做，那时候主要都是专业用的快筛，而且那时候的精确度也相当的不足，那时候大概只有70%。然后现在是有家用的快筛已经比较普及，它的准确度也到达90%以上。这2个时空完全是不一样的。陈时中表示，目前类普筛这个做法是经有社区传播可能的所在试办，若是有成功，未来区域阻挡疫情就会当用这个模式。也若国内专家学者认为讲，即卖重点毋是疫调，是防疫。会防较紧张的原因，是因为防疫空棚真济，隶属不明的传播链，而且为着Omicron各变种的 BA.2 病毒，症状拢是咳嗽、咽喉痛等等。建议活动力较强、较有可能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少年人，一定要去做体检，来保护在会着了后，较会变做重症的侪伙人。Omicron 的 R 值非常高，尤其是 BA.2。它基本上所有受到感染的人都是没有症状的，所以使它这个是我们很难去追踪。你普筛也要普筛好几次才可以把所有的人都抓出来。类普筛的目的是要尽量
减少那些隐藏的没有被诊断出来的传染源，但是并不是说，普筛阴性就是完全没事。如果是有类似新冠的症状，还是要去做核酸的检验。李炳阳表示，台湾目前的疫情也无算是大爆发，指挥中心也是会以甲病毒共存的方向来行。其实全台湾四界拢有病毒，只是家人比较较食力尔。当时会当解封，爱看敢有法度来确保重症医疗甲病院收治的量能，而且国内疫苗的注射率爱达到95%以上，才会较安全，嘛互大家较安心。记者综合报道。3月3大停电了后，各地阁陆续传出失电。昨下晡高雄一天就停2解电哦。昨暗台北树林夜市啊嘛失电。经济部今仔早起伫立法院针对强化电网1000亿的预算来做报告。经济部是强调讲，会常常失电，主要拢是因为设备上过老旧佮故障哦。希望未来10天内底会当来完成强化电网的工程。网友伫咧 FB 社团po停电的相片。地点是伫台北树林捷运站附近。30暗7点外，树林夜市附近无有经停电，正对民众翕到停电的相片铺伫咧网络顶。受到影响的户数有565户，台电派人去修，一直到31个饭店0点9分才全部拢修好。开关故障，开关故障频率也是蛮多。因为开关的数量真的非常的多，开关箱还有变电箱加起来就超过300万具。伫最近电力发生停电跳电的代志，和当时兼任台电董事长的经济部处长詹文生真无奈。不过303大停电了，行政院已经初步同意要编1000亿的追加预算，强化电网的韧性。经济部也公布6大改进工程计划，包括主干线扩充强化、枢纽变电所分群，也个变电所改一个室内等工程。按算伫10年内强化电网的韧性。台电亏损那么多的情况之下，千预算这个钱从哪边来？过往的做法都是年度预算，但最近院长有宣示，就是要投入公共预算。哪些项目？原则上我们大概现在是3月底，就是在1个月，我们会把它给拟定。今年的303里面，我们的电网这么脆弱。这不堪，你们到底知道不知道你们问题所在？是操作面，或者是设备的改善，或者是电网的新增建设，逐一来做，就是这6个大的项目。因那国发会伫咧30公布2050正零碳排的路径图，外界认为再生能源的占比60%，真歹达到标准。詹文生是讲，台湾的目标甲韩国同款，比日本小可较悬。强调是挑战，唔是困境。台湾电网的密度真悬，未来除了爱确保供电量以外，也要兼顾供电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警方接到台电的报案，讲即马真侪所在的电缆线拢互偷假。警方昨就抓到一个姓林的嫌犯，假卖电线的回收业者。警方表示，嫌犯是假做第4代业者的家线，现场嘛去查到2830公斤的电线。如果有人询问的话，他都是讲说他是在做第4台的这个电线的一个维修。还有他专业的水电的这些知识呢，不管在地检或者是在法官那边呢，可能会有他相关的说法。所以这一次的查缉呢，我们就是就是全部的，包括他在作案的整个过程，我们都全部把它搜证到。外面会当看到嫌犯爬楼梯去加电线，台电向警方报案讲，最近伫武丰和平沙拉真侪所在电线拢互人偷假哦。昨就抓到一个姓林的嫌犯，嘛伫咧卖偷假的电线的回收厂内底查到2830公斤的电线。警方是表示，因为国际人的介绍是去了真凶，所以最近真侪人拢会偷假电线来卖。警方嘛是搁继续的追查。洪林威是史上上操的陆军教育调级，早起伫台南的林地做火炮射击的演练，嘛验收2礼拜的成果，咱做伙来看卖。炮阵内底12门105号榴炮经过确实的准备听书，演练敌人对西边的海沙堡登陆的情形。指挥官下令实施火炮射击。
虽然是无装火药的训练团，不过完整的射击听书，拢要用是真正咧战争的想法来训练。为着让参加教条的人员会当赶紧熟手做炮兵的工课，各边协助训练的老师，和调员恢复炮兵的战力。教招兵基本上都是以4个月的教招兵为主，所以他们没有接触过这整个阵地的模式，所以干部上面需要给予比较多额外的协助，然后比较详细的解说，他们才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从一开始的日常起居到野外宿营，以及行军训练、射击训练。还有到最后的一个联合操演，我觉得跟战况战时发生的时候都是可以做相结合的。这边的教育调集以进前做4个月退伍的兵仔为主，进前接受过4个月军事训练的调员炮兵刘碧业表示，讲这2礼拜的训练内容是比进前做兵的时阵更加杂白，感觉很像回到了曾经的新训。也对于这14天的军事训练感到非常的满意，也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因为虽然我是台德混血，但是因为我几乎土生土长在台湾，所以我愿意为了这片国家、这片国土上战场。国际局势的改变，让国军开始准备后备部队的战力，就是毋望讲万不以那战争会当达成保卫国家的目标，提升全民防卫动员的战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拍乌克兰以来，有400万的乌克兰民众离开家己的故乡。虽然传出讲双方谈判，罗西亚有表示要停战，也毋过切尔尼戈夫的州长是讲，罗西亚的军队嘛是个继续的攻击，顿内刺客嘛是个受到炸弹的轰炸。美国白宫是讲，罗西亚总统普廷和军事的幕僚俄苏，才会做出发动战争这款错误的决定。伫基辅西北边的伊尔平，一直听到炮击的声音，也有炸弹伫咧地面或者是空中爆炸的声音，四个拢是尸体。Бои майже завершились. Ситуація в місті контрольована. Місто на 90%, на 95%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під нашим контролем. 伫俄羅斯講嘅減少伫咧基輔加北部城市切爾尼戈夫附近嘅軍事行動了，過當天切爾尼戈夫規暗攏被攻擊。烏克蘭講，短嘅刺客前線，差不多所有嘅城市攏受到炮擊。Чи віримо ми в це? Звісно, ні. І ми готові до будь-якого розвитку подій. І зустрічати ворога на Чернігівщині. 俄羅斯國防部30講，俄軍正伫咧基輔加切爾尼戈夫附近重新集結，目標是要解放分離的頓巴斯地區。Ковать их на поле боя и без штурма этих городов во избежание потерь сред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нанести вооруженным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м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та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не позволило бы ему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эти силы на глав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действий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на Донбассе。克里姆林宫讲，双方新一轮会談無突破性進展，對克里米亞加頓巴斯地區的立場並無改變。俄羅斯2014年自烏克蘭的手內併吞克里米亞，俄黨的頓涅茨克加盧甘斯克攏是親俄羅斯的勢力。Позитивным является, что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начала конкретно формулировать и класть на бумагу то, что она предлагает. 美國講，俄羅斯總統普京敢若是予伊的軍事幕僚誤導，雙方關係緊張。How badly the Russian military is performing and how the Russian economy is being crippled by sanctions because his senior advisors are too afraid to tell him the truth. Putin's war has been a strategic blunder. 聯合國難民署上新的資料，自從戰爭到即馬，已經有400萬人逃離烏克蘭，1189位平民死亡，其中98個是囡仔。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擔任英國最高法院院長的韋彥德甲副院長何第一，將宣布辭掉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職位。英國首相Johnson是表示理解甲感謝。英國保守黨的議員嘛講，安尼做是正正確，唔免擱替北京的政權來背書。也毋過，香港司法界人士是感覺真悲哀哦。中國的駐英大使館是講，這是英國的政治操弄。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加副院長賀知義30宣布辭掉香港終審法院的海外非常任法官的職務。因兩個人在聲明中講，中國佇咧香港實施國安法以來，香港已經產生大家攏心內驚驚、唔敢講話效應。
因无愿意替一个背弃政治自由加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对因两个人的决定，英国首相强生30表示支持。 And I want to thank the judges in Hong Kong's court for everything that they've been doing. But I think that they've evidently concluded that the constrain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make it impossible for them to continue to serve in the way that they would want. I appreciate and I understand their decision. 强生也强调，伊前几天有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到关于香港的自由加维吾尔人的态度。 未来也会继续保持这种观点。长期伫咧批评北京当局的保守党的议员，也懊恼这两位法官实质的决定。The biggest problem that we've known for some time is that the very presence of these judges has lent legitimacy to a brutal totalitarian regime, which has been prosecuting in Hong Kong against the Sino-British Agreement terms, has been prosecuting people in Hong Kong whose only crime has been to cry out for freedom. 不过，香港法界看法是正反差真多。香港大律师公会前主席梁家杰对此表示悲痛。不过，前保安局长李当局是质疑，安尼先做是英国政府的政治动作，批评英国政府干预香港的司法。因那港府表示遗憾加失望。香港的驻英国大使馆是讲。 英国是要就此干涉香港的事务加中国的内政，表示强烈的不满加坚决的反对。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澳洲东岸的大雨落未离约，前2天有几啊万人临时撤离。新南威尔斯跟沿海都市拜伦湾中心的商业区嘛拢做大水。 这台白色的轿车有一半浸伫咧水内，这间汽车旅馆的1楼也淹水，路已经看袂出方向。只个人对一个存出水面的路标，大概知影讲这是一间学校。新南威尔斯省30落大雨，因为雨来了正紧正急，做大水。北部城市要加3万人口的利斯摩尔有一条威尔逊河，水满过10.25公尺的爆发，并且把规个爆发拢冲倒去。一直到30早起，伫咧过去24点钟久内，总共落了400毫米的雨。当地媒体讲，水满出爆发迄当阵警报器故障无响。It's just heartbreaking seeing the water come up again. And the amount of people that are going to lose everything again. 以海山堡加灯塔有名的沿海城镇拜伦湾中心的商业区也做大水，业者损失真大。伫即天大概是落了300毫米的雨。伫咧附近的阿斯通维尔镇是落了420毫米。30早起，当局针对受影响的地区发了10遍的紧急撤离的命令。居民即个人往地势较悬的所在耍震动。当局警告讲，大雨或一寡山顶的社区发生土石松动的情形。 These coastal troughs and small-scale low-pressure systems are always rapidly evolving and quickly changing weather systems. It formed right on the coast rapidly overnight, causing intense and torrential rainfall. 受到环境性现象的影响，澳洲东部伫咧过去几礼拜一直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2月时阵，利斯摩尔才创下14.3公尺的淹水的纪录，也那创纪录的降雨量，也个致命性的大水，已经造成22人死亡。澳洲的总理莫里森伫咧视察灾区了后讲，澳洲正因为这款灾情变作生存困难，正伫咧面对一个甲以前拢无同的气候。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国发会昨公布台湾2050年净零排放的路径图，有民间团体今仔是指出讲，政府应该爱提出愈多元的产业转型的政策，嘛爱设定绿色、绿能、运输发展的目标哦。伊嘛认为这路径图无提出详细预算规划甲目标，则应该爱去做补充。 I want to assure you that we a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stabilize electricity supply. 对电力的供应挂保证，总统蔡英文30人参加台湾美国商会2022生日饭的时阵，提出电力供应稳定的口号，希望真正台美之间的双边贸易，并且说明再生能源转型的目标。We also plan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energy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grid, while navigating the transition to more sustainable and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国发会第一遍公布台湾2050净零排放的路径图，规划伫咧2050年
对正确能源的依存度降到50%以下，再生能源的比例要超过60%。搁再搭配氢能，或者搭配碳捕集等技术，互强电气碳化。同时，也搁设定目标，2045年市面上所卖的小汽车加机车，全部拢要电动化。运具的汰旧换新，我不一定是一台燃油汽机车，一定要换一台相同容量的电动汽机车啊，我可以换更小，往这个车辆减少持有的这个方向走，甚至是往公共运输加共享的方向走。环保团队肯定政府相关单位达到净零排放的目标，也毋过以温具电动化为例，交通部是无应该将汽机车电动化撒予经济部，应该一块加入公共运输运量提升的目标。也伫咧产业这边，目前路径图规划中对核能工业的管制强度也佫无够。台湾的石化业，2050年的时候，它的规模必须要缩减30%以上，我们才能够达到经营路线的需求。经营图里面的产业规划里面没有办法去面对的。公民团体认为，未来就要强化各部会加社会之间的协作沟通，并且滚动式修正净零排放的路径，这当有更加有兼容性的规划。绿色和平是认为净零的路线欠预算、欠目标，提出9000亿的预算，也明显低估净零转型的成本，这也该讨论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即届东京奥运成绩是历史上上好，嘛，互外界开始关心选手各方面人员等相关人的待遇。体育署早起伫欢迎报告是表示讲，学生选手对今年的1月份开始，零用金对15500块调悬到26000块；运动科学人员对4月初开始，薪水卖起2000到1万块。教育部上次聆听到代理体育署长超过200工，署长的人选有关真歹找，不过提升选手的补贴，各运科人员的薪水增加，继续在进行当中。聆听到讲，自2022年1月初1开始，各处的日常零用金调整，以学生选手做例，培训选手15500调整到26000，独臂训练选手9500调做11000，教练的薪水也对军工教来起4%。过去的一个成就加给啊，以及赛事加给，那教练的部分还有这个研习的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津贴的部分。选手和教练的待遇拢调整啊，那这个立委拢认为有关无够。以独臂训练选手来讲，1个月11000完全不符合社会期待。至少要比照基本工资吧，因为有一天或许他们就有机会，他现在是储训选手，未来或许他们有机会得牌。有立委指出，大学毕业若无继续读，或者是无食头路的培训选手，1个月是46000。不过，若去读研究所，有学生的身份，煞变作是26000。现在很多在职念硕士，或是念博士，就他就领2万6，这样你自己觉得这样合理吗？另外，国训中心运科处的人力也调整，编制内对16人增加到41个人，计划人力也对44个人优到50人。4月初1开始，薪水提升2000到1万，变做是36430块到40710块。不过，立委讲目前中心有4位营养师，其中2个人薪水无4万，安尼是要安怎留调人才，或者是吸引相关的人员？伊也要求体育署搁再检讨。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国防委员会今仔审查后备军人调级犹太条例草案，未来若是参加5届的调阅召集，会有奖金甲其他优惠。另外，受到战争的影响传出讲即马要延长做兵的时间，造成有真侪家长佮准备要做兵的民众是真紧张。国防部长邱国正嘛会示例，强调讲目前暂时未变动。受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做兵的役期敢会延长，引起大家讨论。虽然还未定案，不过家长甲役男都已经烦恼大声啊，甚至还佫传出有抢做兵的情形。都惊役期为目前的4个月来延长。国防部长邱国正针对这件代志，甲大家会示例，强调讲一定会有调整甲适应的时间。我跟各位真的要致歉，目前我没有肯定答案，但我们按照这个期程在做，不会那么样的离谱，对不对？时间一切，你早一天当兵就没事，晚一天抱歉就变1年，不会有这种状况的。这一点是我很肯定的。做兵时间延长还未定案，即马高雄海军甲新竹关西新训中心拢传出有官兵确诊，这敢会影响目前的教调。
邱国正表示，高调未受影响，军中防疫拢有照停书来，嘛有甲防疫做好势。就报载这2个案件是的确啊，我们有，但已经在处理了。大概目前整个平均啊，大概80%以上了。在厨艺工作的，跟密闭空间的，譬如雷达站啊等等，还有就是在什么海上啊船舱里面的，这人优先，这人都到达98%。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嘛审查后备军人调集犹太条例草案。国防部认为讲，伫中共持续武力威胁的情形之下，实践的后备战略是必要的课题。草案明定，后备军人为迄年度解除调集迄天1年内，有互医生看免挂号费的优惠措施，接受教育调集，也有临时调集，而且完成训练拢总5届的人会发奖金等等。若奖金的金额，要等法院通过了后再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好消息咯！台湾团队伫法国参加世界杯做胖比赛，摕到团体组的世界冠军。团队今仔早起已经返来到台湾，也毋过教练采检验出阳性，救护车就是甲教练送到病院治疗。长荣航空的工作人员伫入境航路由布条欢迎世界杯面包大赛冠军的选手回国。机场公司也伫咧入境大厅的电子看板甲因恭喜。这是台湾烘焙选手第一遍伫咧世界杯面包团体赛摕冠军。所有团员伫咧候机室等待采检时阵，录影发表得奖的感想。反正就是很高兴啊，就是我们展现了3个人的团队合作，对，让所有裁判都非常认同。很谢谢那个喜务会那个总经理一直以来的支持，就是我们平安回来。很谢谢在我们比赛前支持我们跟协助我们的各位，谢谢。台湾代表队坐长荣航空，伫31日早起7点06分登到台湾。伫落地采检时阵，团工讲电是阳性反应，对机坪坐救护车离开，正遗憾无法度全程甲大家做阵通关，也无法度翕团体相。感谢我们赛前的支持我们的好朋友，然后我们选手的认真付出，终于得到该有的回报。互人叫做红背界奥林匹克的法国路易勒斯福世界杯面包大赛，4年办一遍。这届台湾由教练带队，选手有吴祖静、李宗辉、陈孝环，因伫欧式面包、甜面包加艺术面包项目拢摕第一，为台湾摕到第一组团体冠军。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吴宝春嘛捌摕到这比赛做胖的世界冠军哦，嘛互咱台湾的做胖产业受到重视，且真侪少年人嘛真喜学做胖哦。台中有一间高中今仔嘛请一个做胖师傅来演讲，学校嘛建议政府应该开放，互学校增加线下合作课程的比例。将面册收伫咧手中心，慢慢啊甲暖互开，搁再将一定比例压甲空气藏伫咧面册中。知名面包师傅谢忠佑20年的功力，全部拢传予餐饮科的学生。这个过程啊，是让这个面啊往下收，让这个底部是收圆的，收合起来的。那把这个气体包合在里面中心的部分，那让这个面包更有弹性。台湾这几年伫咧相关的赛事拢摕到好成绩，谢忠佑就曾经伫咧国际面包大赛摕到银牌。学生是甲教室客甲满，真专心来上课，也对未来有真多的想法。如果有能到业界去跟师傅学的话，我觉得这也可以去尝试看看，尝试国际比赛。以台中交台高中为例，虽然受到大环境少子化影响，但是餐饮科3个年级也是有15个班，超过700位的学生。学校讲招生会使无受到影响，甲台湾国际比赛好成绩有关系。但是希望政府会使媒合更较侪产业结合的课程，莫互这款的热度冷去。选手在国际竞赛里面得到奖项，所以确实会让更多的孩子对烘焙或餐饮这方面感到兴趣。那如果可以跟相关一些产业做结合，让孩子可以不断进去业界里面实习，我想在学习过程里面专业部分当然会有更好的成就，也有利于往后他们在业界的发展。不过谢忠佑嘛讲，面包师傅定半暝2-3点就要起床，展开制作面包的流程。做事相关的行业，除了政策面的配合，也搁要有绝对的热情甲毅力。伊真欢喜看到真侪学生投入，但是也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记者台中报道。
继续来关心行政院今仔通过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的专案，放零所得限制，嘛降低申请的门槛。针对35岁以下还未结婚的少年人，佮有打结婚的翁仔某，嘛要来提悬租金的补贴，上济是会当增加1.8倍。也毋过真侪民众是认为讲，这可能嘛是真歹申请。街路世界因看到出租的看板，因为想要买厝真是无简单，真侪人只好先租厝。行政30亿推出2刀，决定通过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按算受惠的户数会为原来12万户提悬到50万户。这个工作后续由中央主办，由内政部营建署接受申请。那这些补助的金额，未来将由营建署的账户直接拨款到所有的承租户的账户名下。所得限制放零，降低申请砍站，租金补贴各增加，为即马补贴2000到8000，较符合资格补贴金各成1.2到1.8倍，增加的对象包含未满35岁单身青年、结婚2年来新婚翁某、持有未成年囡仔家庭加经济社会弱势。我觉得就是那个条件，然后加上房东的意愿上来讲的话，也不一定可以申请到，所以这方面的话，就还要再跟房东沟通，不一定有帮助。租房子租了快7、8年了，但根本就从来没申请过这东西。你不租，别人还要租嘛？那他可能你想报，他不用给你报，他就租给别人就好了，何必租给你呢？中央要扩大租厝补贴，算是所有租厝的人拢有感觉。行政进行主题化修法，只要是厝主配合厝卡申请，应减轻综合所得税、房屋税甲地价税负担。隔间亚套房的包租公，或者是对于多元收入、年收入比较高集聚的房东，这2类的房东，他可能就不适合，他不愿意来申报。有多户的房子在出租，这种房东会担心，就是说借由有房客去申请租金补贴，把他其他的租赁的行为租给一般房客，没有就是如实缴税的这样的部分都给揭露跟勾稽出来。登记推动居住正义的崔妈妈基金会表示，为了厝主也是保持观望态度，而且有真侪厝的厝主意愿可能去较低，申请前7月开放申请，成效如何，外界拢正关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这2天积极邀请台积电跟科技大厂来高雄设厂，嘛要甲公有的土地，也是大楼用租的，也是用卖，或者厂商当作是完工的宿舍。也毋过这并无减少炒房的现象。有专家是认为，市政府该加起一寡社会主体，才真正有法度来解决少年人买袂起厝的问题。台积电等企业陆续要入来高雄，市府估计会使带来大约4万的工作人口。为着应付可能出现的大量大房需求，高市府设置企业安家平台，每每下有新的投资，也是200户以上完工需求的企业，会使申请租，也是买公有土地甲建筑物做完工宿舍。我的员工有住宅的需求，他需要去寻觅高雄市适合的房地。那也有一些企业，他可能想说，如果有适合的土地，他干脆自己来做员工宿舍，取得这些土地，然后再来一起整理给这个企业安家。那经过竞争，所以我们会有设置一个平台等等的方法，所以会跟我们的社会住宅完全是平行的。市府强调企业安家未占到社会体的名额，目前已经确定国防部会放出公山87期、甲大寮81期中化区用地，予企业申请搭入去。市府提出政策，想要搭企业楼的，但这恐惊无法度解决企业毕业了后伫高雄引起的炒房问题。房市专家认为，市府恐惊搭企业完工的大房需求估计了伤悬。除非像竹科、南科这种比较偏远的地方，可能有一点点的工厂会自己盖宿舍给外劳或者高级职员，不然多数的产业其实根本就不会去盖宿舍。4万个工作机会是有点高估的。烦恼房价悬，民众买不起，市府当买起1万几户的社会体，予少年家也是弱势来住。专家虽然认同社会体会使帮助民众并稳定大房需求，但高雄大部分的社会体拢倒伫起当中，数量似乎相悖。专家认为高雄应该想办法提悬社会体的数量，才有可能真正发挥作用。记者陈焕武、柯建俊高雄报道。屏东县万万乡公所为着要推销在地农产品，开放予民众去产地万果子。最近时价果当个大出咯，民众毋但讲家己办各种破西，教大家安怎来煮时价果的料理哦。对于产地到本的，麦当对农产品有如何深的了解？
甲实结果一粒一粒破开，佮甲牛奶发酵2项掺做伙，互民众会当动手来做，看起来真趣味。很有趣，不一样的体验。平常都是直接吃熟的，然后现在是自己到果园捡。这是屏东万万乡公所为着要推广在地农产，甲图书馆合作举办活动，互民众来产地体验实结果的生态。每一个人呢，参与者可以带回一瓶百香果凝乳回家，在我们百香果的棚下来进行田园餐桌。这个活动会使互民众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嘛会使经家己介意的实结果，加工变成小食物，体验食物为产地到岛顶的过程，主动亲近大自然。第一场是神秘果，第二场是我们百香果，接下来还会有凤梨跟我们的可可园区。我们利用这个一个系列的方式，让我们的产业能够更多元化。来参加这个百香果的导览，也让小朋友可以体验一下百香果的生态，认识百香果的那个生长过程。透过这么精彩的活动，唔但会当食到旁边的慢慢实结果，更加会使提升在地经济，发展地方观光。唔管是去参加活动的民众，也是在地乡亲，大家是拢欢喜甲喙笑目笑。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计共有36座灯塔，有1群人24点钟拢伫灯塔的守护，全家安全。今仔暗时，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妈祖外岛灯塔守护员的故事。为东平拆下到日落黄昏，天色的变化，为灯塔角度看，若像100度。灯塔可比天甲海洋的目睭，记录规港的景致。台北金马拢总有36座灯塔，离岛有17座。伫马祖福建自落的东基岛灯塔，留下真侪历史的遗迹甲大时代故事。这就是咱较早古早的时阵吼，咱灯火是用煤油的嘛，伊是液体，伊是水的，伊用迄酒精吼，甲烧起来变讲气化。你要安怎甲这个煤油送去呢？就敢若杀虫剂迄种，变讲咱奈伫遐安尼加压，咱这有一个压力表吼，伊爱为一个范围内底，伊个煤油再对这个管吼，对它安尼抓出来。台湾上早的灯塔，就伫平湖西屿乡的渔翁岛灯塔。伫西元1778年设立的，原本是7级的石塔，逐工暗时甲火拍互倒，替往回台湾甲厦门的渔船来引导方向。台湾的灯塔它纯机机是用机械式的，因为伊就是走歪走高起利用伊有一粒重锤啦，地心引力牵引然后水银盘内底的物件去家己自动设，秒数有固定的每一个灯塔转一圈的秒数拢无同款袂使同款倒1秒按7秒，倒1秒按21秒，等于是每30秒就会死2届。渔民若看到这个暗号，就知影因伫渔翁岛附近。台湾的灯塔设置要105年，灯塔看守员是海上的守护者，护船者伫咧茫茫大海内底，找到返去厝的方向。灯塔就安尼，一直互渔民温暖甲光明。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电影名车布鲁斯威利，伊的查囝伫网络发表声明，表示讲今年67岁布鲁斯威利得到失忆症，影响到伊的认捌能力，所以即马决定讲要来退出演艺界。布鲁斯威利的查囝表示讲，爸爸的健康出问题，希望观众会使陪伊爸爸做伙来度过这段真困难治疗的过程。布鲁斯威利得到的失忆症是患者脑部产生病变，失去语言的能力，讲话、认捌拢会受到影响。再来看，即马用网络来看新闻是真利弊，速度阁真紧所以看报纸的人是愈来愈少咯。为着要鼓励阅读，高雄光华国中就举办全国的报纸展老师收集40多种有目前各位出版的，嘛有一寡已经无会出的报纸，望讲互现代囡仔会当来了解媒体的趋势，嘛来关心社会。
不管是全国的，也是地方的、宗教的，嘛有专门给学生囡仔看的报纸。来到图书馆的学生，大家拢好奇翻看报纸的内容。原来台湾有这么多种类的报纸，其中嘛有已经停刊的。网络时代比较发达，所以我们接触报纸的机会会比较少。不然都是看电子报比较多，有一些停刊的报纸之类的，还有一些让我们了解报纸它最近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光华国中伫图书馆推出全国报纸展，因为今年1年国文单性课程有突破单元，老师却发现真侪学生对纸本报纸跟媒体拢无了解。对于平面媒体的认知了解，真的几乎是空的。零的，甚至很多不管是国内时事、国际时事都不知道，所以我那时候本来只是想说，那就找个市面上比较知名的几个大报，然后让同学们看，然后却无意中发现，原来居然在超商里面还有我没有见过的报纸。宋伟霆老师开始世界收集全台有特色的报纸，嘛有国外的。另外，对市立图书馆少停刊的报纸，甲民国38年中央日报、联合报的美术本，希望透过这摆展览，学生囡仔会更加关心新闻，提升媒体的阅读素养。记者邓家文、赖维做高雄报道。咱来看美国一只真神奇的狗仔，互领养5届哦，因为上个月拢互退货，险啊，搁互安乐死。也毋过最后，这只狗仔互一个警官带去饲，经过训练，伊变做一只超级厉害、会晓办案、会晓救人的狗仔英雄。这只狗仔的传奇的故事，最近嘛翕成电影，咱做伙来看卖。And she's changed my life for the better, which you can really, not too many people can say that about a dog. 欧尼尔一个介意搭配金融教卢比的故事，最近拍做电视剧，进前因闪电侠的格兰特·高斯汀做主角。You think he could be a canine dog? She could be anything. 欧尼尔伊上大的梦想就是想要加入罗德岛的警队。伊当阵伊正伫咧找合作的伴，因那卢比是庇护所收养的透证的澳洲牧羊狗，伊精力正好，招好奇心，看起来正适合做警羊狗。不过伊记录无好，无便互人收养，尾也拢被替代。She chews, she digs, she steals food, she never sleeps. She's not even housebroken. Ruby. 庇护所的孙教授正头疼，正担心卢比可能尾也会被安乐死。好佳在拄到欧尼尔，卢比变做训练有素的警羊狗。有一边因出任务，要找一位去爬山已经失踪2天的少年。卢比伫咧一个山谷找到人，也毋过遐树仔正斑，收袂到 GPS 的定位信号，救援人员这个人听到卢比的叫声，欧尼尔就引导卢比一直叫，当作是讲话共款，互因找到人。Speak. So that's what brought the rescuers into the woods to find Ruby and I and the young boy. Speak. 尾仔，这个少年被救出来，而且正拄好。这个少年的妈妈就是迄当阵惊卢比被安乐死，替伊找主人的训教师。You know, the universe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I guess. Yeah, I guess so. 卢比甲欧尼尔合作11档，救过真侪人，也提过警羊狗英雄勋章。不过伊有当时也是做一寡正罕过的代志，像有一边竟然掠一只会放臭屁的臭油鼠转来。公司新闻专回面编辑。来看日本东京的樱花哦，已经开甲水当当咯。因为日本嘛已经完全解封，所以有真侪民众拢去看花、散步。因为日本的疫情嘛是个继续的拖，所以拢爱挂嘴暗，嘛袂当伫树仔骹食物件。即马正拄好是只会樱开花时阵，来看花民众大家拢摕着翕相机伫咧翕，有真侪人伫咧屋内面顾船，享受伫咧樱花树骹的浪漫美景。日本气象厅礼拜发布东京福岛等地樱花断出的消息，再加上各地防疫限制，一礼拜前就已经全部解封，民众翕正久啊，拢出来看花。有一对少年的情人就穿着传统的日本衫伫咧翕相。満開で素晴らしいですね。もう綺麗です。とても天気も良くて。最高ですね。はい。有一寡老大人講，真正攏翕伫咧厝內，但即馬櫻花季來行行咧。ずっと来たかったんですが、やっぱりまん延防止とか出てる間とかは自粛してましたので、もう絶対今年は来れると思ってとても喜んでます。元にやっと戻ったかなっていう感じではありますよね。
だからまあ都会なのでどうしても皆さんこう待ちわびていたっていう感じではある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过去若是赏樱花季节，日本人总是爱坐伫咧树仔脚野餐、啉酒、唱歌。今年来看樱花人行不止啊多，东京市府也是希望民众会当做好基本的防疫措施，爱挂水烟，也莫伫咧户外食甲啉。也毋过是无影响民众看樱花好心情。因希望伫咧经过2年的疫情了，会当伫咧春暖花开时阵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